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竹的竹北有一间幼稚园附设的托婴中心，10月初8早起发生着幼儿渡水死亡的意外。一个才1岁3个月大的查囡仔 A 结束着户外的活动了后，本地是应该返来到教室，但是煞家己行到生态池边仔去耍，结果是栽落去25公分深的生态池，但是无人看到。20分钟后，老师点人数发现减一个，才发觉到这个查囡仔 A 已经渡水死亡，家属痛心，无法度接受。军内救护人员送两层出来对患者做急救，几个人徛伫咧园所的门口，看起来真紧张，因为两层顶悬是一个1岁3个月查某囡仔，因为渡水无喘气心跳。原件到幼儿园伫咧生态池的边仔有封锁线，囡仔渡水的意外伫咧10月初8早报新竹竹北市这间幼儿园的托儿中心，一个1岁3个月大的囡仔伫咧当日早起户外活动结束了后，应该回去教室，煞家己行到生态池附近佚佗，敢若是为窟仔边仔的空徛跋落去，煞无人看到。一直到20分钟了后，老师算人数发现有减，才知影囡仔渡水。虽然囡仔到病院进前，把恢复喘气，不过经过急救也是救无活。对于孩子的离去与家长的伤痛，我们感到万分的愧疚与自责。为能做彻底守护孩子的安全，我们责无旁贷。我们愿意诚实面对，依法承担一切的责任。根据业者的讲法，囡仔渡水的水池不是一般的生态池，是符合相关规定的蓄水池。不过当地是3个老师共同看顾10个囡仔，所无人及时发现囡仔渡水，小小的性命就安尼无去，互家属是真歹接受。除了已经委由专家组成行政调查小组之外，目前全案也已由检警单位进行司法侦办当中。在案发的当日，县府已经要求托婴中心需召开家长说明会，针对案件以及后续幼童的转托进行沟通与说明。那相关的照顾人员、业者，敢有业务过失致死罪嫌，检方嘛会进一步做调查。不过，更较侪伤痛，嘛无法度把一条宝贵的性命换回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